上一套沙滩边上的海景房，87平的，现在卖的非常便宜啊，回本卖了。就是这个楼上呢，下来就是沙滩了，非常方便。就是这套房子了，叶子当时买回来136万，现在只需要40万5千，70年红本在手的。它现在这边呢是用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啊，用电做饭的。这边是开放式的卫生间，干湿分离。这边还有一个大衣柜。它这个房子呢，躺在床上面都可以看大海，2张床，这边放电视啊，这边放沙发，大沙发都可以的。躺在床上面、沙发上面都直看大海，大阳台，你看一下外面的景观，下面就是沙滩了。楼下生活配套齐全，什么吃的都有，超市也有，到海边非常方便。现在这里只需要40万5千就可以拿下了。